今次去順德玩呢，就住咗喺歡樂海岸呢邊，呢度都算方便啦，食住玩樣樣都有，附近亦都有地鐵站。呢度都有好多酒店，有好多餐廳、小食檔，仲有一個主題公園，一個大型商場。呢間叫豬肉婆呢都好出名，網上有人話好好食，但價錢呢算高消費。仲有好多檔攤都有順德特色小食，魚皮啊、陳村粉都幾好味。其中一餐呢就去咗食煲仔飯。對面呢就係歡樂時光主題公園。原來都好多設施同攤檔，機動遊戲都可以逐項收費。仲有啲小遊戲。好有特色嘅土耳其雪糕，呢個呢就應該算係最刺激㗎喇，但應該唔係成日見到有人玩。大約60米高，2秒就跳到落嚟啦。呢個呢就彈上半空嘅。同埋喺某啲月份呢，隔離個水上公園呢就會營業。今次呢就上咗個摩天輪，夜晚望出去遠處呢有啲黑，主要嘅燈光呢都喺園區裏邊。對面有個轉緊啊，一陣行去望下。坐喺度慢慢轉上去。越轉越高啦，同埋快。都有適合親子一齊玩嘅遊戲。咁啱睇到碰碰車都喺度塞車。
呢個商場都幾大啊！日頭去玩景點，夜晚就可以嚟行下啦。呢間呢就俾小朋友玩下車嘅，仲有得睇戲。今日呢最主要呢就嚟呢間，叫做不只有貓。因為分咗3個區嘅，有貓啦、狗啦、小動物3區，門票亦都可以選擇嚟買。入邊有好多可愛嘅貓貓。可以同佢哋玩下。瞓覺都好得意啊！如果買貓零食呢，就吸引到佢哋。到門呢就係狗狗嘅區域，好多唔同嘅品種。呢隻好活潑啊，走嚟親近人。可以一次過同咁多款玩，幾有趣啊！第3個區域呢，就係小動物。可以將唔同嘅動物抱啦同摸，
蛇同蜥蜴呢類爬蟲都有。呢隻摸起嚟呢好硬啊！蛇摸起嚟呢就好滑溜嘅感覺，佢仲走嚟走去添，同唔同爬蟲互動，體驗都幾特別啊！呢隻好乖，有尖尖嘅刺，摸起嚟吉吉地啊！仲有好可愛嘅雀鳥，呢間店都幾好玩㗎，值得一去。嗰時新年呢，所以就有煙花表演。住喺歡樂海岸呢邊呢，行程景點都易調動啲啊！搭地鐵啊，或者叫車出景點都好方便。下條片呢會去同清暉園相似嘅和園，仲會順峰山公園睇下亞洲第一大嘅牌坊。